呢件事發生喺今日大約下晝3點40分左右嘅時間，地點係喺繁忙喺市中心地帶發生咗一宗嚴重交通意外。根據現場最新消息顯示，事件係一架行駛中嘅火車意外撞向咗一架載滿乘客嘅公共巴士，導致現場有多名市民不幸死傷。經過初步嘅調查確認，而家已經有8個人不幸死亡，另外仲有32個人受傷送院。而目前最重要嘅問題係，究竟成因係咩呢？我哋今日會跟進詳細內容，仲有關於芭提雅市長同曼谷市長選舉嘅準備情況，選舉委員會都確認晒準備工作，叫各個投票站嘅委員都要做好準備。預計今次選舉會公平公開，順利完成。咁至於天氣方面咧，都仲要繼續留意住，因為氣象局已經發出警告，話好多地區會有更多雨落，有嘅地方仲會落得好大。我哋都會帶大家去睇下，因為有啲省份仲受到山洪爆發影響。今日嘅 Team N 熱門話題入邊，大家可以跟進所有重點。今日下晝大約1點40分度，喺泰國曼谷市中心嘅繁華地段發生咗一宗極之嚴重嘅交通意外。事發地點就喺接近機場快線麥卡辛站附近嘅一個十字路口。當時有一架行駛中嘅火車突然撞向咗一架正喺度停等紅燈嘅巴士，隨即導致發生嘅劇烈碰撞同埋引起大火。根據現場嘅初步報告顯示，目前已經證實有8人不幸死亡，另外仲有32人受傷。因為呢件突發嘅不幸事件，相關部門已經即時採取行動，已經封鎖咗現場路線，加快救援傷者同埋清理現場。初步而家正努力驗證死傷者身份，以便提供協助同埋繼續跟進案件。呢段係一部停喺紅綠燈前面嘅車頭攝錄機片段，影到一刻有一架運送貨櫃嘅火車高速撞向一架橙色巴士，或者叫做歐洲巴士。當時巴士停喺有鐵路軌道嘅馬路上等紅燈，撞擊之後巴士滑行咗一段，仲起火焚燒。發現撞擊嗰陣，鐵路路口睇落嚟，因為條路已經泊滿晒車。佢乾冇辦法落嘅封路。呢件事發生喺大約下晝3點40分，地點係亞索克丁登路拉馬九世路口到亞索克碧叉路口，喺麥卡辛火車站附近，就係機場快線附近。有報道話至少有8個人死亡，大部分都係巴士入面嘅乘客，仲有32人受傷。工作人員已經急忙將傷者送去附近醫院。之後大約喺下晝4點20分，工作人員加緊噴水撲滅大火。初步檢查發現有多架私家車同電單車損毀。事發後咁耐，工作人員加緊搜尋失蹤人士，亦都成功控制咗現場情況。所有死者嘅遺體都已經由巴士內搬出嚟。當時29歲嘅納 T 先生係一位外賣員，佢目擊咗成件事，亦都喺巴士附近。佢透露話，見到佢剛睇落，火車就高速衝過嚟，即刻撞咗巴士，仲差啲壓到納 T 先生自己嘅電單車。好彩火車拖住巴士走咗，所以佢冇事。至於另一位目擊者，38歲嘅安先生，佢都喺現場。佢話自己架車俾撞到，其他嘅車都俾火車撞咗巴士之後一路撞埋㗎。仲有一個揸電單車嘅人俾撞到飛咗去車底，傷咗腳斷咗。我自己都承認佢嗰個地區發生佢嘅事真係嚇親我，好驚。我就喺鐵路邊度停咗車，跟住等咗一陣，我都係正常地停緊車啦。突然之間就聽到聲音，砰一聲2次。聲音係邊度嚟㗎？邊度有聲？咁撞咗我啦。第一次砰就好似撞咗其他人，第二次砰就撞到我架車，跟住我架車就俾撞到推咗出去。車撞咗。係啊，我當時慌咗一排，然後轉個身睇到火車衝進咗公交車群，然後就着火啦。從邊度到邊度？連啲道往呢邊走，因為我將車停喺度啦。係㗎，佢嘅長度從8英寸起。係嘅，咁就可以。好嘅。跟住當我落車之後，竟然發現車底下卡住一啲奇怪嘅嘢，就好似係哎呀好啊！我真係得好多謝下嗰位收銀員小哥，佢頭先真係喺各方面都幫咗我唔少嘅忙，先至我今日能有機會識啲嘢好嘢。你話係咁啊？冇關係。我落車之後，佢嗌到羅啊，
好俾我哋將車底嘅傷員救出嚟。呢個好學。係到我見到咗奧迪酒吧，係男人嚟嘅，係啊，跟住我一到車就有啲好似救援車咁卡車咁接走受傷嗰啲人，帶出去。係啊，跟住阿哥佢都幫手指路，依家我嘅車就停咗喺嗰邊，我自己就停咗喺黃線邊度，係咪？我都見到啦，嗰支佢落唔到，但係有架巴士擋住喺條路，一擋住之後，我車其實都轉唔到路，我冇得好快，所以就直接撞佢架巴士啊，加少少咋，我車撞佢嘅巴士之後，巴士就好似佢砸到我身上啦，係嘛，我出唔去啦，但好彩嘅回俾咩嘢纏住咗，我係講火車被公共汽車纏住咗，全部佢哋冇乜點掂我，真係拆咗車嘅前半部分，我哋而家正下車去送。喺邊度？有關當局強調，因為呢件事，依家附近嘅交通路線都受到影響，因為全部都封咗，包括亞索克路、丁丹路、拉馬九世路口到亞索克、碧叉路口、近機場快線 Markeson 站，仲有素坤日路到亞索克，連 From 方路口都塞車。嗰陣時，交通部副部長 Siri Fong Angkasa Kukiat 都有出嚟講。至於巴士撞火車嘅意外，初步收到報告話，事發前巴士停滯嘅紅綠燈啱啱卡住佢喺鐵路軌上邊，搞到鐵路蓋都落唔到。加上出事嗰班火車拖住好多貨櫃，重量都幾重，剎車唔切就撞咗上去。嗰班火車係由百里奧 Chatroen South 開過㗎，目的地係 Bang Sue 中央車站。至於出事嗰架巴士，收到報告話係曼谷巴士公司卡森架塞車。至於巴士上面有幾多乘客，依家仲喺調查緊。泰國國家鐵路局都對今次意外表示深切慰問。而家警方同有關部門已經封鎖咗周圍嘅區域，為咗安全起見，並且搬走咗車殘骸，會加快調查意外原因，包括驗證死者身份、收集證據，之後會依法處理。初步有消息透露，曼谷巴士公司 Kosong 會向每位死者家屬賠償150萬泰銖。我哋新聞團隊對所有受影響嘅人士表示深切慰問。我哋都非常之想向大家致以最深切嘅慰問。等陣間咧，我哋都會同政府發言人啦、Ratchada Thanadirak 詳細咁傾下，講下有關呢件事目前最新嘅進展。因為根據我哋啱啱收到嘅報告顯示，總理已經清楚知道晒發生啲咩事，亦都已經即刻指示咗各個相關嘅政府部門要親自落區去好好照顧受影響嘅市民。多謝各位觀眾收睇 TNN News 晚間新聞，記住要訂閱、讚好同分享 TNN 16頻道所有網上平台，咁你就唔會錯過任何精彩節目，無論係新聞定係各類型短片都一樣。